伴隨住城市化進程嘅發展，人們面臨緊張嘅生活、工作壓力，同時又長期缺乏運動，讓我哋嘅身體帶嚟咗沉重嘅負擔。我哋經常感到疲勞、肩膀痠痛、腰痛、腸胃障礙、神經痛、臟腑機能障礙、動脈硬化等。疼痛直接導致我哋陷入經常失眠、焦慮、頭痛、情緒不安、神經衰弱、憂鬱等身心危機之中。據政府相關數據顯示，70%嘅人有睡眠問題，51%嘅人有心血管病、便秘等問題，高血脂、高血壓、高血糖、高體重等4高問題深深困擾住現代人。70%病人死於心臟病、癌症、中風3大殺手。身體嘅危機已經一步步奪走健康、生命同生活品質。為咗幫助人們解決呢啲問題，提升健康嘅生活質量同健康活力，日本專家研製出全新日本負電位遠紅外線溫療電，為我哋帶嚟健康嘅福音。佢將遠紅外線、電位、負離子嘅功能與床墊融為一體，保證我哋喺睡眠同休息中恢復體力同精神，擺脫久病體弱嘅生活狀況，真正成為我哋身體環保及修復專家。人們喺休息嘅時候，整個身體都置身喺高技術創造嘅正負1:3電磁場中，通過皮膚吸收負電位，然後傳輸到人體嘅中樞神經系統，再到人體各個器官及內分泌系統，有效咁增強咗身體內嘅自律神經系統運作，進而加快血液中嘅酸鹼物質分解，令血液恢復到弱鹼性嘅最佳狀態。負電位增強咗人體細胞膜電位，讓全身細胞得到有效按摩，使細胞嘅生理活性大大增強，有助於病理細胞全面恢復健康，綻放出旺盛嘅生命力。日本負電位遠紅外線溫療電，從根本促進咗細胞膜內外物質嘅交換，活化細胞新陳代謝嘅活力，修補細胞電位，改善血管彈性，活化腸胃消化系統，保持腸道潔淨，有助於改善頭痛、偏頭痛及肌肉痛嘅症狀，提升咗體內嘅蛋白質、膽固醇同中性脂肪嘅分解同中和，提升大腦同身體喺睡眠中嘅深度同長度，保證人嘅交感同副交感神經處於相互平衡嘅狀態，強化身體能量。配合負離子嘅效果，日本負電位遠紅外線溫療電創造性利用咗遠紅外線產生溫熱功效，運用碳素嘅遠紅外線功能喺身體內部產生共振效應，給予身體適度嘅體溫，從身體內部持續感覺到溫暖，從而排出風、寒、濕等不利健康因素，有效促進血液循環，活化腸胃蠕動，舒緩神經痛，解除肌肉酸痛，讓虛寒嘅身體喺溫熱中恢復活力。人作為恆溫動物，正常體溫保證身體嘅健康同旺盛嘅免疫力。一旦體溫下降，就會產生各種病症，甚至癌症。專家介紹，日本負電位遠紅外線溫療電，溫度可由27調至45攝氏度，仲可選擇半身或全身溫熱，達到傳統暖腳涼頭嘅快眠同保健效果。對體質虛冷及冷氣情況下睡眠嘅體溫保持效果顯著。同時，功能性選擇亦具有多元性選擇，用戶可以單獨選擇溫熱治療或電位治療，或者兩者交換使用。個性化嘅控制模式滿足不同人士嘅需求。治療電使用環保潔淨材料，無化學合成物，獲得 Philharmonic 專利，符合吸汗、快乾、抗菌同防臭等功效。優越嘅產品品質更係通過咗日本厚生省醫療器材認證。產品含鉛成分高，舒適鬆軟，肌膚觸感優越，自我清潔功能，真正讓我哋享受高品質嘅健康生活。喺
喺我哋嘅人體裏面蘊含生物電，亦係中醫所講嘅氣。遠紅外線電位療法正係融合咗西方電子原理同中國傳統嘅經絡穴位醫療理念，促進血液循環，消炎殺菌，恢復神經傳導系統，促進細胞新陳代謝嘅正常運行，讓我哋嘅身體不斷補充元氣，細胞生命力不斷復生。日本負電位遠紅外線溫療片，一本真正達到身心靈三位一體嘅健康療養儀，為健康充電，讓生命力綻放光芒，送回自然同年輕。人體嘅健康能量充電器，日本負電位遠紅外線溫療片。